喺中國擁有嘅世界遺產數量係全球嘅前列位置啊！不如今次就帶同學仔去最近我哋嘅廣東省去探索一下啦！我哋到咗廣東省唯一嘅世界文化遺產開平碉樓同村落啊！我知呢個係2007年俾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嘅地方啊嘛。現存嘅碉樓係有1833座，係中西合璧，而且具備防禦功能嘅多層建築。點解開平又要建咁多碉樓嘅？好問題，碉樓係主要嚟防洪同埋防盜匪噶。成日華僑都寄存翻鄉下，啲土匪見到咁大隻肥豬，梗係唔會放過啦。雖然開平碉樓同埋澳門世遺都好似都用咗中西融合嘅風格，唔同嘅係開平碉樓既實用又好睇。好似我後面一座冥石樓咁樣，下面既堅固，上面又豪華。原來碉樓嘅特別之處就係佢既能防匪又能炫耀。我知道啊，佢哋咁辛苦漂洋過海去工作，都係想光宗耀祖啫。佢哋都有防禦嘅必要性，所以佢哋有口牆、鐵窗，嗰度有電子波同埋射擊筒咯。碉樓站進攻防守，華麗於一身。呢啲碉樓、稻田同埋祠堂融合埋一齊，真係好靚啊！為咗讓更多人認識開平碉樓，江門政府喺近年開發咗碉樓線上平台，我哋可以足不出戶咁環遊呢個世遺景點。世界遺產委員會指出，開平碉樓同埋村落反映咗海外開平人同故鄉嘅密切聯繫，並展現咗中西建築風格複雜而且燦爛嘅融合，而且同農業景觀和諧一致噶。同學仔，你哋可以認識多啲中國世界遺產，學習下古人嘅智慧啊！Johnny，我哋今日一齊行中國澳門嘅世界遺產，嗰度好似一本古書，藏咗400幾年歷史噶，超級得意噶。好啊，我最中意就係盧家大屋噶啦，行下石仔路，摸下舊城牆，嶺南風格嘅盧家大屋，青磚配西式柱仔，處處都有小驚喜。呢啲珍貴嘅遺產係澳門嘅寶貝，亦都係我哋中國嘅驕傲。話你哋知啊，2005年嘅時候，中國澳門歷史城區成功列入咗世界遺產名錄。成個城區細細個就有22座特色建築同好多靚嘅前地，大炮台、聖約瑟修院、鄭家大屋、崗頂劇院、八甲巢田地、盧家大屋、仁慈堂、聖安多尼堂、媽閣廟、河東圖書館、大三巴、阿婆井前地、舊城牆遺址、東方基金會會址、聖奧斯定教堂、南山廟。我哋一齊認識愛惜中國澳門世遺，留住呢啲溫暖故事，一直傳落去。拜拜。大家好，歡迎到杭州。今日我要介紹一個中國世界文化遺產——杭州西湖。西湖係2011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呢度嘅包括有4個搖畫，好似一幅識喐嘅山水畫。呢度係蘇堤，係西湖其中一處美景，係由蘇軾主持物品表演嘅。大家睇下呢個風景點先。西湖完美融合咗自然山水同埋千年人文底蘊，係中國乃至世界庭園設計嘅經典典範。千百年嚟，西湖承載住白居易、蘇軾等文人墨客嘅千古詩情，蘊藏住《白蛇傳》等浪漫民間傳說，歷經千年營建，依舊綻放住獨有嘅文化魅力。而這份跨越時光嘅美好，也讓西湖成為全球旅客深知向往嘅旅行勝地。最新數據顯示，2024年西湖景區接待旅客量突破 1.63 億人次，穩居全國5A 景區榜首。每逢假日更是人氣爆棚，2026年春節假期9天就接待旅客超過506萬人次。西湖係自然同埋人民嘅珍貴禮物，亦都係中國嘅驕傲。讓我哋一齊珍惜呢個世界文化遺產啦！拜拜。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哥哥，你喺度睇緊啲咩書啊？我喺度睇緊世界各地嘅旅行攻略，邊度好玩就叫爸爸媽媽暑假帶我哋去咯。哇，咁我都睇下先。哥哥，呢本書講中國有個地方叫做莫高窟啊，我哋有冇去過啊？細佬，所以話你讀得書少咯，唔係莫高窟啊，係莫高窟啊，我哋冇去過㗎，不如上網 search 啲資料睇下，啱唔啱我哋玩啊？莫高窟位於中國甘肅省敦煌市西南17公里處，係世界上著名嘅佛教藝術寶庫之一。佢係唐代到元代時期由當時嘅吐蕃、回鶻等各個民族喺岩壁上刻畫嘅佛教藝術瑰寶，共有735個洞窟、45萬平方米嘅壁畫、21000尊佛像、文物同文獻等。莫高窟嘅壁畫內容包括佛教經典故事、佛教歷史人物，其中最著名嘅係千手觀音、大慈大悲像和藥師佛等。莫高窟嘅石窟內部仲保存有大量嘅經典文獻同埋歷史文物，為研究中國古代嘅文化提供咗珍貴嘅資料。莫高窟嘅壁畫藝術融合咗中、印、波斯、突厥等多種民族文化藝術，佢唔單止係中國嘅文化遺產，亦都係世界上重要嘅文化遺產，係人類文化寶庫中不可或缺嘅一部分。哇！我被莫高窟嘅神秘深深吸引住啊！我都係啊，不如暑假我哋叫爸爸媽媽帶我哋去親身感受一下祖國嘅魅力啦！電視劇解說，今日係為大家介紹中國世界遺產秦始皇陵同埋兵馬俑坑。秦始皇陵及兵馬俑坑位於陝西省西安市臨潼區驪山北麓，係中國首位皇帝嬴政嘅陵墓及陪葬坑。皇陵及兵馬俑坑建造於公元前246年至公元前208年，被譽為世界第8大奇蹟，於1987年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秦始皇陵係由陵園同埋陵園內好多陪葬坑、陪葬墓組成，已發掘出嘅陪葬坑主要包括兵馬俑坑、車馬坑、馬厩坑等等。秦始皇陵被認為係中國古代規模最大、埋葬物最豐富嘅大皇陵。兵馬俑坑有1號坑、2號坑、3號坑呢啲數字，係考古學家對兵馬俑嘅編號。1號坑規模最大，展現步兵方陣；2號坑最齊全兵種，包括騎兵、步兵、弩兵和戰車嘅混合軍陣；3號坑規模最小但地位最高嘅指揮部。發掘出嘅每張兵馬俑嘅容貌、神態至到鬍鬚造型各不相同，反映出當時土工們精湛嘅工藝技術。你哋知唔知道點解秦始皇要建造規模咁大嘅兵馬俑坑？秦始皇作為統一六國嘅君主，佢希望死後在另一個世界繼續擁有權勢，於是就燒製呢支軍隊，用嚟守護佢死後嘅地下王國。小朋友，你哋快啲睇下，呢度就係澳門嘅龍躍公園。佢係模仿中國著名嘅世界文化遺產蘇州園林嚟建造嘅。今日我要帶大家嚟揾下收埋喺呢度嘅科學大秘密。秘密1：天然空調。個人超聰明，
佢哋用木頭起屋，再種綠色嘅植物，夏天擋太陽，冬天擋冷風，呢啲叫做調節小氣候。所以我哋企喺度都會覺得好涼快舒服，就好似喺大自然呼吸咁啊！秘密2，會沖涼嘅水。池塘連接住活水，加上水入邊嘅植物同動物，呢啲生態小幫手淨化，水就會自己沖涼，係咪好神奇呢？原來蘇州園林嘅科學智慧就收埋喺我哋嘅澳門公園入邊，呢啲世界文化遺產值得我哋保護。全部同我放低手機。小朋友，今日我哋一齊嚟探秘，尋找中國嘅世界遺產。第一條問題，乜嘢係世界遺產啊？我知道世界遺產係全世界都認可嘅，特別係最珍貴有古老嘅建築物，仲有美麗嘅大自然，佢哋好需要我哋好好照顧嘅。答得太好啦！咁第二條問題，中國有啲乜嘢世界遺產啊？有萬里長城，好似一條巨龍咁，特別壯觀。仲有北京故宮，古時候皇帝住嘅宮殿，金碧輝煌。秦始皇兵馬俑都上榜啦，一個個圖樣栩栩如生，真係太神奇啦！仲有黃沙、奇松怪石、雲海溫泉，係超級靚嘅自然遺產。哇！大家都知道好多喎，我哋中國有好多世界遺產，係世界遺產大國嚟㗎。咁最後一條問題，澳門有冇世界遺產㗎？有。澳門有大三巴、媽閣廟、崗頂前地等好多特色嘅建築，完美融合咗中式同埋西式嘅建築風格，記載咗澳門中西文化交流嘅歷史。喺2005年就正式被列入咗世界遺產嘅名錄啦。完全正確，世界遺產係我哋中國嘅驕傲，更係全世界嘅財富。我哋要好好愛護佢哋，傳承呢啲咁珍貴嘅寶藏啊！愛護世界遺產，傳承中華文明。大家好，我係Class 師班嘅余樂喬。今期科學冷知識要帶大家去睇中國嘅世界遺產。幼稚園嗰陣，我睇過晒澳門嘅世界遺產啦。而家我升上小學做大哥啦，等我呢個小導遊帶大家去祖國大陸睇下有乜嘢好玩嘅世界遺產啦！出發！哇，呢個係萬里長城，古代人係冇起重機㗎，居然砌到咁長喎！哇，嚟到北京故宮，呢個係以前皇帝住嘅地方。有成9999間半房間，呢個係天壇，皇帝喺度拜天求豐收㗎，個頂好靚啊！南京嘅明孝陵，睇完人工奇蹟，我哋睇下大自然嘅傑作。四川嘅大熊貓，佢哋係中國國寶嚟㗎。桂林山水甲天下。啲山係水溶出嚟㗎，肇慶七星岩都係呢種顏色。咦？點解台灣冇世遺嘅？呢個就係一個冷知識啦。因為世遺要以國家名義申請嘅，台灣冇資格自己申請世界遺產，所以暫時嚟講，台灣係冇世遺嘅。今次嚟到呢度，下次再見。大家好，我係Class 1B嘅姚樂雲。你哋知唔知道啊？成個澳門都係文化遺產博物館，快啲跟我嚟尋寶啦！
第1名。呢座綠色嘅建築叫崗頂劇院，已經超過100歲啦。佢係中國第一座西式劇院，以前嘅人都喺呢度聽音樂、睇劇，係咪好優雅呢？大家知唔知呢條樓梯用嚟做咩㗎？呢個係方便坐馬車嘅觀眾入劇院嘅設計。一般嘅世界文化遺產係指單一嘅建築物，但係澳門嘅世遺就係由好幾座建築物組成嘅歷史城區，非常有特色。喺呢度已經有5個世遺建築啦。澳門十分強調中西文化交融。你哋睇西方嘅大三巴後面就係我哋嘅哪吒廟，佢哋係幾百年嘅鄰居，每日一齊傾偈。呢個就係澳門最特別嘅地方，大家都係好朋友。澳門歷史城區係我哋共同嘅寶藏，需要我哋每個人去守護。世界遺產分3類：文化遺產、自然遺產、自然與文化遺產。中國有世界文化遺產41個，例如長城、故宮、天壇；自然遺產15個，例如九寨溝；文化與自然遺產4個，例如黃山。佢哋而家生活緊嘅澳門歷史城區包括8個廣場前地同埋22座建築。今日講嘅冷知識係兵馬俑。兵馬俑原本係彩色嘅，築土15秒之後顏色就消失了，因為經過2000多年，兵馬俑上的底漆早已老化。當兵馬俑被挖出來，乾燥嘅空氣令底漆收縮翹起，黏在上面嘅整片顏料脫落咗啦。呢個冷知識話俾我知，文物非常脆弱，所以中國規定不主動發掘帝王陵墓，就係避免技術不足造成破壞。科學家亦都努力研發保護技術，留住珍貴嘅色彩。我們每一個人都要保護文物，參觀時不觸摸，不用閃光燈拍照。拜拜，謝謝觀看。中國係全世界擁有最多世界遺產嘅國家之一。截至目前，中國有60項嘅世界遺產，涵蓋古代建築、古城、石窟同埋壯麗嘅自然風光。而喺雲南虎仙湖畔有一個特別嘅地方，佢哋記錄嘅唔係人類嘅歷史，而係地球生命嘅起源——靜岡化石地。大家好，今次帶大家去雲南玉溪，認識一個同長城、故宮完全唔同嘅世界遺產——靜岡化石地。佢係2012年列入世界自然遺產，距離今日大約有5.100億年，係全球保存得最完整、種類最多嘅寒武紀化石群之一。靜岡化石地係中國首個，亦係亞洲唯一一個化石類嘅世界自然遺產。你見到呢啲細細嘅化石，其實佢哋係地球生命大爆炸時期嘅見證人。而喺呢一度最特別嘅係，佢可以保存到動物嘅軟軀體，例如觸手、內臟同身體形狀。一般化石通常只係有骨頭或者硬殼，但係靜岡化石地因為水流快、缺氧，令軟軟嘅部分都變成咗化石。呢度出土嘅昆明魚係目前已知最早嘅脊椎動物之一，可以話係人類同好多動物嘅遠古祖先。一塊細細嘅化石可以記錄地球幾億年嘅生命故事。靜岡化石地係中國世界自然遺產入面最特別同珍貴嘅地球嘅時間檔案館。多謝大家收睇今日嘅中國世界遺產筆記。
1000年前嘅廟同金光係點維持到咁耐嘅呢？科學冷知識：中國文化遺產。你以為文化遺產係咪呢啲同埋呢啲？其實文化遺產仲有呢啲同埋呢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文化遺產分為物質同埋非物質兩大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簡稱非遺，佢唔係具體實物嚟嘅，係一啲以前人留俾我哋好重要、好珍貴嘅寶藏嚟。中國於2004年確認加入公約，現時中國共有1557項國家級非遺，其中44項被選入聯合國人類非遺代表名錄，係目前世界上最多非遺的國家。中國咁多非遺當中，我最中意就係剪紙啦。作為最古老的民間藝術之一，中國剪紙文化最早出現喺南北朝時期，歷史悠久。而且創作精美剪紙作品全部要素很簡單，有一把鉸剪、一張紙同埋一對巧手，就可以剪啲好靚嘅紙㗎啦。係咪好簡單呢？剪紙喺2009年選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遺代表名錄。剪紙不但用喺節日裝飾，好似新年窗花、婚禮、喜花等，更係民族活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承載咗民眾嘅道德觀、歷史記憶和審美情趣。今次介紹到呢度，我要去剪紙啦，下次再見，拜拜。遺產係指對全人類有重要文化或者自然價值嘅遺產項目，而中國就擁有60項世界遺產，喺全球排名第2，僅次於擁有61項嘅意大利。咁我哋今日要講邊個世界遺產啊？就係有超過2000年歷史嘅萬里長城。萬里長城西起嘉峪關，東至釜山長城，跨越吉林、遼寧、北京、天津等15個省市同自治區，全長超過2萬公里，因此被稱為萬里長城。喺春秋戰國嘅時候，為咗阻擋匈奴嘅入侵，人們開始興建城牆，直至到秦始皇統一天下，將所有城牆連接起嚟，就成為咗依家嘅長城。萬里長城小知識：古代嘅水泥竟然係糯米。長城堅固耐用，係因為工匠將糯米湯同埋熟石灰混合成嘅糯米砂漿，呢啲係一種強度極高嘅黏合劑，可以媲美現代嘅水泥。點解不到長城非好漢？不到長城非好漢係出自毛澤東嘅《清平樂》，六盤山，意思係不達長征目的地非英雄。而家成為激勵遊客登上長城嘅經典名句。今次講住咁多，下次再見，拜拜。Super 大家好，我今日講嘅係中國第一個以生物多樣性同瀕危物種嘅標準選出嘅自然遺產——四川大熊貓棲息地。到底大熊貓嘅屋企點樣成為世界遺產呢？我而家就話俾你聽啦！充足準備功夫。喺2002年嗰陣時候，四川省政府正式開始申報工作，好認真咁準備文件，劃出保護範圍。成間屋企好大好大，有成9245平方公里，涵蓋咗成都、雅安、阿壩同金枝4個市、12個縣。呢個世界遺產要交份好好嘅文件，入邊要寫住點解呢個地方
2004年嗰陣時就正式向聯合國提交申請啦。專家實地考察，佢哋會派專家親身飛去熊貓屋企睇下。專家要檢查係咪真係有好多熊貓住喺度呢？環境保養得好唔好呢？值唔值得全世界一齊保護呢？專家睇完之後都好滿意，佢哋發現呢度住咗全世界超過30% 嘅野生大熊貓，仲有好多其他珍貴動物同植物添。投票。2006年7月喺立陶宛首都舉行第30屆世界遺產大會，第41個國家代表坐埋一齊，聽專家講考察結果之後，一齊討論，最後21個國家一致舉手通過。熊貓屋企就係咁樣正式成為中國第32個世界遺產啦。其實直至2025年7月，中國世界遺產總數已經達到60項，其中包括41項文化遺產、15項自然遺產、4項文化與自然相遺產。下次去旅行嘅時候，除咗去遊樂場排隊玩過山車，都可以考慮去睇下中國嘅世界遺產，支持生態保育同文化傳承，都係一種好好嘅體驗嚟㗎。我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我係 Class 2D 班嘅Evan Tang，拜拜。小朋友，知唔知我祖師寫呢兩句詩詞係描寫中國邊個地方呢？我知，就係有人間天堂美譽嘅西湖。杭州西湖文化景觀喺2011年6月24日正式被入選世界遺產名錄，係中國第41個世界遺產，屬於文化景觀遺產，係中國唯一一個湖泊類的世界文化遺產。西湖唔係一個特別靚嘅大湖咩？點解佢可以入到中國世界遺產呢？能夠被列入為名單，世界遺產委員認為杭州西湖文化景觀係文化景觀嘅一個傑出典範，對國內外園林設計影響深遠，完美詮釋咗中國傳統文化中嘅天人合一嘅境界，即人類同埋自然和諧共處嘅理想。呢6點就係申請世遺成功嘅關鍵。有西湖嘅自然山水；2有三面環山一面城嘅城湖空間特徵；3有兩堤三島嘅景觀格局；4有西湖十景提名嘅景觀，每個景點都好詩情畫意，充滿咗文學美感；5有西湖嘅文化史跡；6西湖嘅特色植物。西湖不光是自然風光，更是自然美觀和人文歷史完美結合的典範，完美展現了天人合一的東方美學，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瑰寶。走，你快啲過嚟睇下，我喺呢條街發現咗一個特別嘅嘢。有幾特別啊？快啲話俾我知啦！你睇下呢條街牌。萬里長城，點解呢條街叫呢個名嘅？細佬，我哋邊行邊講啦。17世紀，澳葡當局喺西牧羊山孖咁繞一帶修築防禦城牆，綿延起伏，被華人稱為萬里長城。長城係中華民族嘅精神象徵。從春秋戰國開始修築，長統一之後連接加固，總長度超過2萬公里，係古代最宏大嘅軍事防禦工程，藏住咗好多千年前戰爭同埋民生嘅歷史。原來長城咁有意義㗎！仲有北京故宮，舊稱紫禁城，佔地72萬平方米，有成千上百間宮殿房舍，係明清兩朝嘅皇宮，更係全球現規模最大、最完整嘅木結構故宮殿群。每一處建築都藏住古代工匠嘅智慧。
嗰度揾咗啲資料，長城同故宮都喺1987年一齊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屬於我國最早一批入選嘅世界文化遺產，係全世界都認可嘅中華瑰寶。冇錯，呢啲珍貴嘅文化遺產承載住中華文明嘅記憶，需要我哋每一代人嘅用心守護同埋傳承。守護世界遺產，傳承中華文明。成日聽人講世界文化遺產，你知唔知咩係世界文化遺產啊？世界文化遺產就係全世界公認好重要、需要保護起嚟嘅地方，可能係啲古蹟、建築或者好特別嘅風景，由一個叫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嘅單位嚟評選嘅，分為文化遺產、自然遺產同埋兩樣都有嘅複合遺產。我哋中國有60項世界文化遺產，係全球排第2嘅最有名嘅萬里長城。你上一年聖誕節係咪去過呢？係啊，不到長城非好漢啊嘛！親身企喺長城上面，真係好壯觀噶。中國係文化遺產最多嘅國家之一。我仲有去過北京故宮，以前皇帝住嘅地方，真係超大超華麗噶。仲有西安嘅兵馬俑，係秦始皇軍隊嘅雕像，每一個表情都唔一樣。我都好想飛去西安親身感受一下。呢啲古蹟仲有泰山、黃山，佢哋係文化同埋自然嘅雙重遺產。中國仲有大熊貓嘅棲息地，係世界自然文化遺產。世界文化遺產有啲咩特點啊？點先可以被選中啊？最大嘅特點就係獨一無二。比如係長城，係人類最長嘅防禦工程；故宮係全世界最大嘅木造宮殿群；兵馬俑被人稱為有世界第8大奇蹟，而且佢哋都保存咗好耐，見證咗中國幾千年嘅歷史。聽起來好犀利喎！咁我哋之後要一齊去呢啲地方，先至可以了解到呢啲故事。冇錯，仲要保護佢哋。不過保護世界文化遺產唔只係唔破壞咁簡單，例如有啲古建築就會因為太舊啦，牆壁會裂開，啲彩繪會甩落，專家要用啲好犀利嘅技術慢慢修復，唔得就咁用水泥補一補。聽起嚟好似好難喎，其實我哋小學生都可以幫手嘅，就係去參觀嘅時候要遵守規定，唔好亂摸，唔好用閃光燈影相。如果見到有人破壞嘅話，要勇敢勸告佢哋，或者話俾工作人員聽。係啊，而且中國仲定咗文物保護法，破壞古蹟係會俾人罰錢，甚至要坐監。雖然咁嚴格，不過咁樣先可以俾啲長城啊、故宮啊一直好好地咁，俾我哋嘅子孫後代睇。你講到重點啦，聯合國話世界文化遺產唔只係屬於一個國家，而係屬於全人類嘅寶貝，所以我哋要好好保護佢哋，係全世界共同嘅責任。我哋就從媽閣開始認識澳門嘅文化遺產啦。好啊。大家好，我係鄧立勤。今日我會同大家介紹中國世界文化遺產之一絲綢之路。絲綢之路長安至天，山塱道的網絡是歷史上最大、最豐富的跨國文物。它由中國和其他9個國家聯合申報，全長於1萬公里，包括33處嘅帝國工程、宮殿和石窟群。絲綢之路都嚟咗澳門，我哋去先。入到嚟見到好大個熒幕，表示住當時嘅絲綢之路嘅貿易情況。漢武帝為咗抵抗匈奴，派張燕出使西域，過程中意外打通往來中西方的通道，自此漢人都會經呢條路運送絲綢、瓷器、茶葉等。呢度都有好多藝術品展示出嚟啦。絲綢之路不單是一條貿易路線，更是一個跨越數千年的文化交流路。
動，最終去到2014年得到世界文化遺產認證。到呢度，不如同大家分享個冷知識。絲綢之路其實唔係中國人改噶，係由德國地理學家提出嘅。呢條道路經常運送好貴嘅絲綢，對西方嚟講有極具價值。今日嘅介紹就到咗呢度啦，下次再見。